高金素梅标出早领助理费北检去敲伊的办公室甲徛家，不过针对涉案原因并无讲明。林保署一个员工和中国朋友去住公务宿舍，对方阁看得出翕影片风险，林保署会针对员工个人加以处罚。过年大饼扫物件济，煞传出火灾，中华鹿港清洁队拖土机甲山鸟也拢互烧害去，加在无人伤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就是这国道1号中华上北这保养路段呢，是有一台连接车，唔知影什么原因后链破去，而且呢，这链仔的皮就安尼落伫咧车道，后壁的车闪袂赴，直接弄起哩，拢总是15台车受害，加在这人是拢无安怎。警方表示讲，这半路破链，也是讲其他的零件落去，照这道路管理处罚条例上悬是会罚到6000块。车驶伫国道1号上北路段，所向弄着物件，互乘客错一大条。驾驶赶紧停路径看是啥物情形，结果发现路径已经停规排的车，拢是去弄着落伫国道的链皮。开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撞到，就看到一整排的人都打双闪停在旁边。蛮多台是下护板都掉下来，我的车子撞到的时候底部也开始漏水，所以我的完全没办法行驶。这站国道意外发生伫初六暗时7点多，国道警察调查发现，肇事的是71年厝姓区的查甫人，伊驶的营业半连接车，唔知影什么原因，正边的后链破链，链皮直接落伫车道，造成15台车未负险，直接弄到链皮，致使车辆损害。就有车链行头家表示，车链的链皮高决定。那落地路的，其实就哪像一粒大石头，真危险。轮胎皮甩出去掉在路中间的话，就像一颗大石头在那边。哦，民众如果开车高速公路遇到，几乎没有办法闪，就是会造成伤害。邱男驾驶营业半连接车，右轮不明原因爆胎，造成15部车闪避不及碰撞。该起事故无人受伤，各驾驶人9车值均为0。国道警察表示，肇事经过甲原因检判，目前当依照规定调查厘清，嘛呼吁用路人车辆应该爱定期保养维护。驶车时，若伫半路发生车链、链皮或者是其他零件落去，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上悬会当罚6000块。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另外来看这飞安事故，这是德威航空有一架飞行机要飞来到桃园机场的时阵，伊的链仔呢煞向落去，影响到后壁3座航班。这机场塔台伫10分钟以内就收到3条上界紧急的这个美队讨救兵的信号，加在落尾是隆重平安，无造成严重事故。正边的链仔落去，伫做检修。德威航空这台班机伫初八下晡降落桃园机场的时阵，煞发生链仔落去。袂少机顶的旅客拢有看到这么危险的时阵。机场公司是随暂停北跑道的起降，维持单跑道运作，搁开始巡检，因为拄仔是航班较济时阵，嘛出现突发状况。3902 Mayday。机场跑道受到阻碍，真侪台飞机被迫伫空中时无法度降落，结果引起连锁反应。包括中原航空、香港航空3台航班伫10分钟内发出上紧急的美队求救信号，飞机的油挡无15分，好在3台班机顺利引导，到尾是平安降落，无造成事故。拢总有12个航班受影响，前延差不多20分钟内。如果在那个班机上的话，会担心？当然。怎么说？也会担心他那个出现意外啊。一定会担心的。对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多久才会那个降落啊，但是这个燃料到底够不够？针对德威航空事故，捌影响桃机的运作，佫出现连续3台航班向塔台求救的罕见情形。机场公司表示，依照航空器失事甲重大意外事件调查处理规则，通报民航局标准组，交通部也佫云南会等，会持续配合相关单位调查原因。一般我们飞行员会叫 Mayday 情形来讲的话，就是指已经时间它在空的话，再过15分钟，不管是4引擎、2引擎、3引擎的飞机，所有引擎都会熄火，因为没有油。
运安会表示，调查了后，确认当时中营甲香港航空三大航班降落的时阵，备用油拢比最佳备用油量较济，无下国际民航公约的重大意外事件列举范围，所以未入案调查。民航局回应，这位航空是外国籍，若是运安会无入案，就会以航空器所属国家主管机关去调查。若是三个航班敢有符合规定画美地这个信号，已经开始调查。记者采访报道。高雄的警方这2个月以来呢，是小线接到卖场的报案，讲有拄到贼偷。调查呢发现，讲落实同一个品牌的大卖场，台南甲台中某店家受害。警方表示，讲这嫌犯呢，伊是专工来偷摕一寡价小较悬的保养品甲营养食品，伫咧家己的线顶的卖场用一半的价小来卖，初步估计则补发所得是上百万。探店员无咧注意，37岁以上的查甫人，黑色的卡邦拍开，架下顶悬的保养品开始撒咧一直落。高雄市刑警大队这2个月小线接到店家报案，讲物件互偷摕去，一查发现5件窃案拢是同一间品牌的连锁卖场。警方表示，嫌犯因为发现这间连锁卖场的防盗措施无启动，后来就针对同品牌店来下手，偷摕物件拢是价小较悬的保养品，也是保健食品。窃嫌犯案前会搭乘火车，换乘计程车。再徒步绕行巷弄小路，犯案后也是先徒步绕行巷弄小路后，再行搭乘计程车逃逸，刻意制造多处断点，企图借以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扩大比对，佫发现嫌犯作案的地点就连台南、台中拢有，特别偷摕物件价值拢伫咧4万到8万迄卡兜，初步掌握拢总有14件窃案，店家损失超过100万。警方强调，嫌犯加假趁甲这个查拉柜放伫家己的网络卖场，用市价一半来卖，有时佫会看人客路订资本衫才去卖场偷摕。除了甲人按照尺度做移送法办以外，也当咧清查网络卖场，了解是不是也有其他店家受害。那在我们这个查缉到案之后，他的这个网站已经关闭了，这是他的销赃管道，找一些比较通常的商品一些那个药妆，在网络铺货。嫌犯的网络卖场小界讲经营9年，所有物件保证原厂正规，看起来相当的靠实。警方也提醒，虽然甲嫌犯买查拉柜人客拢是不知情的善意第三者，被追究责任。不过民众网络买物件，若看到介绍侦查伤济，拢爱注意，避免开钱买到麻烦代。记者柯家族库超用高雄场报道。香港的大代志来关心的是，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互人家判20档的重刑。后生黎仲温呢是牵涉在香港法庭，根本就是死亡宣判，讲会争取甲老爸放出来，也呼吁这英国政府应该爱有作为。即马针对这件代志，伫台湾的香港人也来开记者会声援，谴责中国甲香港政府打压民主自由。就伫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初九，互香港特区高等法院重判20年了后，伊的后生黎仲温接受媒体采访，召开记者会，强调父亲78岁，佮有心脏问题，体重60公斤，以国际研究聚焦黎智英的健康恶化甲家中的处境。President Trump, which has said that he will free my father, something I've been incredibly grateful for. Keir Starmer that said that closer relationship to China will mean that we can have more dialogue with them. So my father's case is the test. I'll keep fighting for his freedom. 伫台湾，香港人早早起嘛召开记者会，声援黎智英，谴责中国甲香港政府把法律当作是威权扩张的武器，打压民主甲自由。他明知道自己很大机会已经没有办法获决离开这个监狱，但依然他对旁边的人微笑，甚至做出一个摇苹果的手势。他并非单一的个案，他是一场中共的一个政治的示范展示，就是如果你拒绝，就是跟中国妥协的是后果是怎么样。房照天认为，香港法院再判20年有期徒刑，除了是对黎智英本人的严刑以外，更加是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威胁。嘛有香港反民主派人士继续流亡海外，伫国安法的乌鸦内生活唔敢出声。北京曾经对香港的所谓的一国两制，到现在已经变成是北京的全面管制。今天香港它只是第一个受害者，可是他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不是一个针对黎智英或针对某一家媒体的判决，这是一个警告，这是一个政治迫害。
是用法律来打压新闻自由。香港变成青年也指出，台湾社会一定要清醒，中国的威权红线敢若会不断扩张，台湾就要积极甲自由守护掉中华社会防卫的韧性，互家己甲国际连结更加坚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立委高金素梅呢是标出诈领助理费，北检是来指挥调查局去敲找伊的办公室甲徛家。北检是表示讲，这高金素梅等人呢是涉嫌诈领助理费、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等，所以已经通知18人到案说明，目前是持续咧调查。因为这国民党立委罗志强，伊是批评赖政府调查高金素梅呢是代表民主的寒冬。不过，民进党立委陈培如伊所敲说这罗志强是急要甲洗好白，呼吁大家都爱等待司法调查。目前侦办的方向是什么？面对媒体的问题，点点唔讲话。北检早早透早9点半大阵进入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立法院办公室。高金素梅传出助理费风波，技术用人头涉嫌诈领助理费。另外也传出顶一届选举相关金流可能有个案的记录，所以调查局个案3名人员也做回到办公室进行敲索。北检分真济路，唔那敲索办公室，透早先到伊伫阳明山的徛家。北检证实有对高金素梅敲索，不过无方便说明。而且我们很久没联络了。含高金素梅熟悉真久，李丰源坦白讲，两人真久无联络啊。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是批评赖政权敲索高金素梅，民主的寒冬来啊。台湾民主在赖清德的手上已经是完全的不演了，现在是动了高金素梅，下一个又要动谁？我还是希望司法应该在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应该成为执政者打压异己的工具。不过，小花声讲，司法无应该真做执政者打压无共立场的工具。针对罗志强直接讲是政治迫害，另外立委反击，若无做唔到代志，是安怎就去改辩解？如果没有犯法，为什么急着出来漂白？过去高金素梅委员确实有非常多令人感到纳闷的、引起争议的讨论跟言论，例如在总质询的时候，对着行政院长说出“我们习近平主席”。高金素梅互带回去调查局，国安站约谈。立法院表示，检方按照往例来通知，立法院派人陪同配合，对案情是无了解。不过，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征收条文，立委除了现行权以外，在会议当中袂使改抓，还是拘禁。若准检方要抓，还是声押高金素梅，要经过立法院许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民众呢是发现一个中国游客住伫林宝树阿里山的公务宿舍，而且这个游客呢，佮翕影片伫网络来分享伊看日出的心得。林宝树是表示讲，这是内部一个员工伊来登记订房间，毋过煞互中国的民友入去内底住，这已经违反规定，所以会针对员工个人该处罚。天气真的有点冷，然后晚上在这里面住，联盟宿舍。现在是凌晨的4点多，我们现在马上去看日出。Follow me。中国游客翕影片，讲家己住伫员工宿舍，透早4点外就要出发去看阿里山的日出。这位中国来游客，因录翕看日出的过程，娱乐眼前的风景。不过刷伫影片的最后，讲出这款话：愿宝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样我们听起来就是不会很开心，不太适当，不太能接受。这名可能用探亲名的入来台湾的中国人，甲去看阿里山日出的影片放伫网络，引起真侪民众的讨论。认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当住伫林宝树阿里山的公务宿舍？林宝树家己分署经过调查了后，发现是别个单位的员工用家己的名去替朋友申请住伫遮。连当地的人要有亲戚朋友来，要跟他们订房间就订不到了，何况为什么会跑到中国人可以住？我们也觉得很纳闷。实际住宿人员并非简姓员工，而系其友人，以违反该规范，将函请其任职机关针对简姓员工违反规定进行查处。林宝树家己分署表示，这个宿舍是提供予林宝树也是其他单位的公务机关员工出差住的所在，无开放予一般民众使用。未来会加强审查甲管理，避免同款的代志再来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有嫌犯对越南是走私毒品入来到台湾，而且呢叫这移工待伫咧山区，甚至是公园，用这款方式来卖互买来买毒品的人。即马警方是拢总抓到16个嫌犯，全部移送法办。特勤警察拢门提盾牌戒备，攻入去卖毒的所在。调查半年外，发动12届搜查，掠16个人到案，查扣持达上亿的毒品，也有重证物摆归岛面。
有各种的大麻制品、毒邮票、4盒仔等，警方查出毒贩仔专程拢无实际见过面接触，就完成交易。他们分别在双北地区、桃竹苗、台中、彰化、高雄等地，透过藏宝埋宝的方式制造断点。也是有。伫新竹苗栗较压贴的山区，用手挖出几落地大麻，拢是海运走私来台。专案小组调查4例的假地造成卖毒集团透过伫台湾的渔港加毒运去山顶先抬起来，搁换正侪所在，到尾大胆带伫市区的公园，全台湾拢有。大家的毒品买卖拢靠 Telegram 协谈，嫌翻翕台毒地点的影片，互买主家己去提货。双北市真侪公园，像讲光复简易公园、海港公园，甚至有囡仔伫佚佗的塔城公园，拢有带毒品。其中台北市公园处回应，伫案发地点加强巡查，若发现各样，拢会随通报警方。就是会觉得不安全，感觉这边好像很多这样的交易，大家都不敢过来。觉得这会造成一般民众治安上面或是人身安全的问题，因为那是他们自己交易。不法集团靠真秘密的通讯软体，用加密货币伫买卖，就连交会都无见面，用科技来辅助，相对查达到2年的时间，即马才去互人掌着。面对多元的卖毒手段，后续要安怎有效打击，嘛考验执法单位。记者采访报道。这过年进前大饼扫，毋过煞饼甲传出火灾，伫中华鹿港清洁队，抑阁有南投草屯粪扫掩埋场，这废弃物占坑的区域呢，昨暗拢同款发生火灾。鹿港清洁队的兔头机，抑阁有山鸟呢，嘛因为安尼互烧害去，加在是无人伤亡，那详细的原因抑阁需要调查。水先带布，等一下再往上面打。火是直直升起的，而且佫牵拖着顶悬的电线。炮火队赶到位，用水量压制。彰化县鹿港镇清洁队找到暗时8点左右传出火烧，着火所在是清洁队内底坑碰层，还佫有家具的所在。火佫烧起边仔的土土机，烧到剩骨架尔尔。消防队用4点钟把火炮花，起火的原因要个等待厘清。相当于立即采取水线的压制，以控制燃烧为战术，那顺利的在半小时后控制火势，那并于4小时扑灭火势，那接续后续的残火处理，直到10号的早上8点。消防车赶到位，远远地咱看到乌烟烟蓬蓬。南投县草屯镇大粪扫场，车到下晡5点外嘛发生火烧，主管火烧场囤足侪碰层，火烧起来是未收煞，赶紧请清洁队调兔头机斗3工，再个内底着火所在拍火花。一开始我们人员是没有办法深入到那个床垫的底层去做灭火，后面是搭配了草屯掩埋场调派的挖土机，然后我们才去做深部的火警的那个处理。目前火势已经完全的控制。因为床垫旁边是我们资源回收的暂存区，资源回收车收进来一些东西，一定可能有夹杂一些可能跟火苗有关系的东西。火伫咧车到暗时7点外拍花的，草屯镇清洁队表示，吊电杆并无可疑的人，初步判断是碰层边一般回收区着火，而且气候较大，甲碰层较高着火的缘故，后续会加强隔防火所在，避免烧伤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高速公路吊车，也毋过呢，因为嫌这拖车的费用2000实在伤贵，所以家己呢沿路塞安尼塞落高速公路。业者是强调讲，其实这收费呢拢是公定的。那警方是表示讲，这当事人甲这各种的票子囥伤紧，所以会甲罚3000块。远景叫车各种的驾驶跟刷车，因为现场是伫国道8号东向安定路段。画面中的查甫人亲像不满拖吊车业者所报的2000拖车费用，家己甲车为中线塞去路径了后，搁一路塞去15公尺远的平面道路。危险，我们后续来停在他后面，协助他警戒，怕后面的车要撞上来。如果是用拖的话，高速公路用拖的话是1500啊，然后用载的是就加900这样，就2400起跳。拖吊业者无奈讲，当时有解说收费标准是按照中央规定的办法，也是去互对方辱骂。不过车故障停伫国道，为了安全，拖吊业者也是协助警戒。摆设故障标志距离仅约10余公尺，不符合车道上应距离100公尺之规定。
虽然驾驶也是乘客甲故障的车驶去无封盖交通的所在，照即卖法规无违规，毋过驾驶无随刷车，而且囥故障标志离伤近，敢若差不多10公尺，已经违反道交条例。高速公路上车来来往往，就是高速啊。我觉得太危险了，还是要顾虑到其他驾驶人的安全，自己的安全也要顾虑到啊。会当互驾驶比较的，就是高公局原来有公告收费的标准。一般小客车里程数10公里以内，底盘比15公分较悬，新车价值比200万较少，收1500拖吊费。卖看情形收现场作业费900至4000不等。依照车冲起山坪，也是坎卡、后链破气、加底盘、特殊车等3种类别收费。民众烦恼收费无透明是会当理解，毋过国道车速紧，也是建议安全较重要，互专业来协助。记者采访报道。另外，在国道1号上北分林斗南这段呢，今仔日透早5点外是传出4架车相撞的车祸，其中一台轿车呢，因为弄甲伤大力，所以规台车密密麻麻的连驾驶呢嘛当场死亡。因为这件事故也造成2座内车道拢大塌车，详细原因还阁需要厘清。白色小客车受大力撞到，致使车体严重变形。国道1号北上241公里的分林斗南路段，初十透早5点外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一名38岁姓区的驾驶当场死亡。邱男驾驶自小客车行驶内侧车道，不明原因与行驶中线车道的林男所驾驶营业全连接车发生碰撞后，邱男车辆停于内侧车道，邱男下车，疑遭后方死女所驾驶的自小客碰撞，又林男所驾驶之自小客车再撞击邱男车辆，造成邱男死亡。警方表示，白车驾驶姓区的查甫疑似先弄到连接车了后落车查看，煞去后面来的车弄到，造成当场死亡。其中一名姓赵的女子因为脚腿骨折，送去大拿主在病院治疗，详细肇事原因也阁需要查清楚。邱男酒测值待抽血检验，其余各车驾驶人均无饮酒情形。本大队在此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注意前方动态。警方嘛讲，这件国道4台车相撞的事故，历史内边的2个车道占用，造成大塌车，一直到早起8点状况才排除。目前国道警方已经调到周边监视器画面进行调查，嘛提醒用路人开车爱注意头前的状况，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声来关心的，就是美国众议院监督甲政府改革委员会是针对着爱普斯坦性犯罪案，甲这个关键的共犯麦克斯威尔甲叫来问话，结果对方呢是拒绝配合，伊律师是代表出声，讲若准这川普总统予伊特赦，安尼伊才要来照实讲。爱普斯坦性犯罪案上关键的共犯麦克斯威尼，初到伫德州刚刚接受美国众议院主要调查委员会的闭门传讯。即马64岁麦克斯威尼，2021年因为当年真侪项有关未成年少女提供予款规淫乱乞讨的罪行，互判20年。民主党议员相较的问题重点集中伫其他4位共谋的真实身份，还有另外25位爱普斯坦调查案无妨起诉的人，现任的总统川普甲爱普斯坦的社交关系，还有川普敢有甲伊的律师群讨论过特赦的可能性。议员是准备好啊，不过麦克斯威尼煞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保障个人唔自证基罪司法权利，唔回答任何的问题。伊的代表律师阁进一步表示，只要川普总统甲伊特赦，伊就会老实讲出一切。Maxwell should have no hope of ever getting out of prison, but today she, through her lawyer, explicitly stated that she wants to be out of prison through a clemency that this president would grant, and she is campaigning over and over again to get that pardon from President Trump. And this president has not ruled it out. And so that is why she's continuing to not cooperate with our investigation. The reality is she is a monster. She should be behind bars. She should stay there. 这个伫欧美真侪国家牵涉着政治领袖、王室名流、金融高科技的头人，还有学术精英的性犯罪买大案件，已经是连续有真侪位相关人士失职接受调查。亲像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隆，还有挪威的资深外交官尤尼，英国首相斯凯尼也因为任用甲爱普斯坦往来密切的曼德森担任驻美的大使，互党内党外积极批评爱伊落台。
苏格兰工党的领袖萨尼瓦找到也表示，要求史肯尼辞职落台，表示混扰要结束。当暗史肯尼伫下议院对工党议员发表演说，讲伊袂走，会继续战斗。前一天，史肯尼的副手之一。东陵街幕僚长麦苏维尼主动请辞，理由是当初时万德森这个人选是伊向史肯尼推荐的，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好，即马这3C 的产品其实大家拢真爱耍，也毋过呢，美国加州甲新北市高州，因是来针对这社群媒体设计，互人上瘾的这个问题，来展开2场审判。律师是来指控这 Meta 甲 Google 呢，因的社群平台明明知影讲大多数这个大数据的演算会影响到对囡仔的这个发育，毋过呢，却要果是顾趁钱，无咧顾健康。这2场审判也会正做是未来这大型科技平台的规范指标。洛杉矶法院门口，足侪为英国来的士大人，因手摕囡仔的微照，控诉社群平台用下眼软体设计，害因的囡仔失去性命。这桩指标性诉讼的原告是一个即马20岁的女性，伊控诉 Meta 甲 Google 调伊个设计像梅的软体，互伊伫咧细汉的时阵就有心理疾病，还佫有社交障碍。原告的律师佫指出，公司内部文件证明，这个平台拢是为着趁钱，而且调伊个设计互囡仔大脑下眼的数位机器。But we've met the American British parents and we're here shoulder to shoulder to show our support with all these children that have been lost to social media harms. And it's just wrong. And this is a global problem. It's not just here in the US, it's UK, it's France, it's Germany. This is a global problem and things need to change. And we're here to support them. 新墨西哥州嘛对 Meta 展开独立审判，检方伫咧开庭的时阵，用 Meta 内部邮件指出，执行长萨克伯格加 Instagram 负责人莫塞里早就已经知影平台互人利用，不过对外说讲产品真安全。检方形容 Meta 行为是甲贻笑性剥削，还佫有非法数据流通，放咧唔管，甚至伫咧内部计算要安怎互青少年验到，互股东趁甲888。But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what the people who work inside this company have had to say about the safety of their own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first step in a very long journey to holding this company to account for the harm that they've caused, for the danger that they've created, and for the lies that they've told. 这场诉讼全球足注心的，因为足侪政府早就已经对大型科技平台失去耐心。澳洲已经通过全球的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群软体。法国加西班牙嘛有准备要跟进，限制15岁以下使用的权限。虽网科技公司抗辩讲有言论自由加监护权的纪律，不过面对愈来愈严重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美国法院头一摆会决定未来社群平台是毋是爱伫法律当中爱为着产品设计来负责。公司新闻。地位人变译。美国总统 Trump 有讲，一定要把这假能源甲摕落来。有丹麦的工程师呢，是开发一款反制美国产品的 App， 只要是翕相，安尼就当知影这个物件到底敢是美国货。不过专家是表示讲，亲像这 iPhone， 也是讲 Microsoft， 其实拢是美国货。若准要全部抵制卖用，安尼其实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在超市的时阵，用手机啊扫一个，就当知影讲你买物件是对倒一个国家来。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据特辩讲，不管是买也是其他的手段，一定要摕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和丹麦民众正受气，大家上街头抗议。有一位工程师就开发一种叫做 Medometer 的 App， 和消费者袂去买到美国的产品，共同抵制川普甲美国，和买菜买物件变做政治化。这个 App 正紧就被记伫丹麦应用商店排行榜第1名。You can now take a photo of several products, and it will analyze. So here you can see that this is Coop that creates this, and for Sunderly it's CoAS. So you can see which ones it has identified, which ones are safe, and which ones to avoid. You can say, I don't want US products, I want only made in EU. 这个 App 伫2005年3月上架，一开始真侪人下载，不过尾啊使用率下降，规个热天只敢便是500张相片。不过伫川普的格陵兰言论出来了，下载率阁创新高，3天就3万人次下载，分析7万多张产品的相片。1月23，川普伫咧接受访问时阵讲，美国将会得到伊想要得的一切，要摕到格陵兰顶头美军基地主权。Medometer 这天的产品扫描次数就要加4万遍。So because of Trump's politics,
Of course, we do boycott, but we don't know all the American goods. So it's mostly the well-known trademarks. I think it's, because of Trump, which is, of course, a very unusual president. I don't think we should protest that way. 除了 Meta 以外，还有一种叫做 Non-USA App， 下载量已经超过10万遍。在上高峰的时阵，每分钟会收到526件需要辨识的产品。根据哥本哈根大学经济学教授的研究，其实丹麦卖美国产品真少，大概只能占所有产品的1%到3%。真正上侪丹麦人用的是美国的科技产品。像是 Apple 的 iPhone， 也有 Microsoft 的软体，而且这款反美国的 App 也拢是对 Apple 也有 Google 的应用程式商店内面下载。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辉达公司的海外总部呢是要起伫个北树考的 T17甲18，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即马各界呢拢正关注讲这双方到底当时会来签约的。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是表示讲，顶礼拜呢已经把所有的合约拢送去到美国的辉达公司，预计明仔载就当正式签约。我们在礼拜五下班，大概把所有的合约大概都已经送到美国辉达。那今天是他们礼拜一，那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是相当的顺利。那我们明天应该可以签嘞。伫顶礼拜五的时阵，台北市政府呢，受甲美国的辉达总公司以122亿来完成议价，上紧明仔载就会来签约。李树川是表示讲，到今为止呢，其实拢顺时顺势。也若伊敢会代表台北市政府甲辉达来签约，伊敢若表示讲尊重辉达的决定。有网友是指出讲，这社会主体地下的停车场呢，竟然出现高级的跑车，互外界质疑讲，这申请的资格到底是敢有确实？国家主导中心是表示讲，即马全台湾呢有13大这个案场，有超过2万件的申请，也毋过这当中呢无合格也有超过2000件。有一寡民间团体是呼吁讲，这政策呢应该着爱互相配合，才有通真正回应这个大的需求。最近有网友发文指出，社会主体地下停车场出现几台高级跑车，引起外界质疑。社会主体申请资格审查敢是造假？对此，国家主导中心头一摆公开114年度中央主体招租审核数据，强调透过定期属有查核、加停车资源公平共享机制，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分配。社会住宅的目的原本就是提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才会来申请。那当然条件面去做一些筛选是出发是好的了。已经可以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为什么一定要用到社会住宅？应该要给更多弱势族群。以114年度中央社会主体招租申请的开放来看，包括艋舺安基、南口社体等全台13个案场，申请总件数达到22504件，有2006件无合格，无合格率8.91%。主要原因多数是所得还是财产超过底限，其中分邮专安定社体无合格率甚至超过1成。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是，社会住宅的数量基本上是不多的，台湾的社会住宅的口开得很大。资格相对是放的比较宽，像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新婚育儿的家庭，还有身障、高龄长者等等。希望经济及社会弱势的家庭都能够获得社会住宅的居住协助。唔拿申请爱心，主导中心也强调，社体租期采3年一期，续约的时爱重新审查资格，唔是一组就会当永远大。以南口社体为例，家庭年所得爱伫114万以下，家庭成员每人逐个月平均所得袂当超过59150块。基础团体呼吁，兴建社会主体、社体包租代管加租金补贴3项政策爱互相搭配，才会当真正回应多元居住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是来针对这网络检举公布 AI 科技观察报告，指出讲这检举的案件内底呢，有牵涉到李小性虐待甲性剥削的，就占52%外，甚至阁有人是使用这 AI 换面甲烫衫的功能，所以呼吁政府就要加强守法管制。即马有真侪学生会使用 AI 来找资料、做报告。有民团公布Web5数次网络检举热线报告，去年4692件有效的检举内底，
牵涉到离校性虐待甲性剥削的，就有占52%左右。民团指出，不懂使用 AI 的状况，甚至结合 AI 画面甲烫衫的功能来形成性影像，已经变成新型的犯罪工具。现在不需要再花费力气取得儿少的私密照我可能只要一张生活照，我就可以大量生成儿少的性向。看到这个 AI 的这个聊天式的 AI 这个保护机制仍然是不足的那即便清楚的告知是一名儿童，这个 AI 它仍然可以产生一些色情的对话那长期下来可能会减低儿少的性敏感，导致这个诱拐的一个风险大增。受害者一定会有压力嘛。那其他人会不会也害怕说下一个就是自己，然后就会对这个社会比较没有那么信任？民团希望政府在教育甲法律上拢爱愈齐全。卫福部表示，应对112年修法了后，针对离校性影像的制作甲散布，已经会当依法裁罚。教育部是讲会加强校园的教育，也会和电信公司合作。推出数位的工具包，我们成立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来做申诉。那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是365天全年无休的。我们也跟中华电信来做一些合作，它这些合作包含了就是我们发展了一个所谓的数位工具包，提供我们的家长们能够了解跟管控，还有那个适度的引导我们的孩子如何使用我们的数位工具。民团提出诉求，希望政府全面禁止有烫衫功能的 AI 工具。因嘛认为网络业者甲科技公司有社会责任，应该爱防止用户使用。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这件真怪奇的代志，这是台铁的火车呢驶到花莲富里火车头迄段的时阵，这头前铁轨路边竟然出现会刷叮当的草群。我近一个甲看，才知影讲原来是有人派这竹仔咧行路，害列车都爱减速。目前这警方已经掌握行为人，也会照违反铁路法来加侦办。这只火车经过花莲富里车头路段的时阵，铁轨路的道边煞向出现一堆会叮当的草仔。这段影片伫网络顶引起讨论，司机慢慢来挖过，才知影是有人派竹仔，伊赶紧报案。有人说是外星人，你觉得呢？应该是人类吧。人类啊，那当下看到会不会吓一跳？应该会吧。这样就已经侵入了，你都说你都走到1000，因为我们那个车头也会镜头拍到，这个不行，这都是违规的。这个日清铁轨路的事件发生伫咧初九早起11点44分，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去错竹仔，派这竹仔沿铁轨路边咧行，迄当阵所有经过的列车拢爱减速。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过路人甲车袂当走入去铁轨路的路线。我们局员警到场后查获离线行为人，后续将依违反铁路法侦办，将处以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铁路警察局强调讲，铁轨路甲铁轨路的边仔，这拢是高风险的所在，而且只要有人或者是物件入侵，沿线的侦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声，列车就一定爱减速，毋但危险嘛影响交通的运输，且民众毋通乌白走入来铁轨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乌来这段呢，竟然发生这土石放落来的事故。即马经过抢修呢，目前是开放单线双向的通车。初步判断这原因呢是土石家己裂开才落落来，预计上紧明仔载就当开放全线通车。真大粒的石头顶伫遐，边仔树仔歪高刺叉，甲规条车路塌掉咧。台九甲线无预警放山，场面真惊人。一时间阻断山顶居民唯一连接外口道路，有人要转去，发现路袂通，就随报案。我第一时间就看了，我吓一跳，因为我将近20年没有看到这么大型的崩塌，这个崩塌情形将近30楼高啊，真的是没有预警的，还好是在凌晨。这是新北市有来台九甲线12.4公里的所在，早早半暝2点外，土石熊熊大面积出落来。虽然崩山的路段有时阵拢会落石头，不过这届是连当地区长也感觉真奇怪，前一天无风无摇、无风台、无地动，哪会崩甲这严重？加上是无伤亡。之前的连续降雨，那就造成这个岩壁的一个含水量就是提高嘛。前几天比较冷，那今天其实气温回暖蛮多，又比较热，所以温差一大的状况之下，节理的情形就很容易发生这个灾害的状况。公路局初步研判，崩落来主因甲土石的解理有关系。经过东基区继续咧挖，目前已经恢复单线双向的通车。
趁几年之前的好天气，赶紧抢修，并上紧2月11恢复全线通车。因为气象署预报讲，未来会有2波冷空气小连续来影响台湾。2波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台湾的天气上面会有一些温度以及降雨上面的起伏。那各地早晚呢，虽然这个冷空气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强，但是有一些辐射冷却的影响之下，其实日夜温差都会比较偏大一些些。受到方面通过等等的影响，过年进前的拜3、拜4，各地早暗是较凉冷，低温伫14到15度。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会有一寡短暂雨，随后来会渐渐变温暖。不过，伫年假的2、9暝到初2这段时间，又搁会反天变寒。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对英台是来视察宜兰至罗东铁路高架化的计划，不过讲到这地方的配合款，在地呢是真烦恼，烦恼这金价敢会有变数，所以呼吁政院一定得爱照拼照行。行政院长到英台车北视察宜兰到罗东的铁路高架化计划，伊个距离过年之前会当核定，不过伊的地数却引起地方忧心。那另外就是我们要取得全国性一致的标准全国性一致的标准，看看其他县市。在各种这种中央地方分担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一致性的标准。对阳台表示，铁路高架化地方配合款需要兼顾全国一致性的标准。不过，去年10月提到行政院召开综合规划研商会议，中央各部会甲县政府就地方财政负担来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地方配合款由原本的105.58亿调降至72.72亿，免地方来负担用地甲基地处理费用32.86亿。院长的讲法，互外界烦恼，宜兰铁路高架化地方配合款恐惊会交得上去原本几百亿。规模地方根本无法度负担，还是要请行政院这边依照12月9号所召开的会议结论来进行相关铁路高架的推动。林茂雄呼吁行政院应该照去年12月初9的会议结论来推动宜兰到罗东的铁路高架化计划，较紧核定综合规划。县政府表示，当时的会议是参照嘉义市铁路高架化甲桃园市铁路地下化的前例，互地方财政有更较合理的负担。那你的民代嘛做伙呼吁，希望中央能照之前提出的50多亿来由我们地方来做自筹款的部分。行政院务必要能够照去年所谓8号的专案协商。宜兰至罗东的铁路高架化计划总经费501.54亿，全长15.85公里。综合规划核定了后，就会当动工，预估2035年通车。针对地方呼吁铁道局回应，目前综合规划已经报行政院等待核定，会配合最后的审查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这过年前后呢，蛤蟆其实上好卖，也毋过即阵啊，台南7股煞传出这产地计数直落的现象。根据了解，就是这量上济，而且买的人也少，所以计数才会卖了无水。公司加挂葱啊，再搁放挂蛤蟆落去煮，伫天气寒啉一罐蛤蟆汤不止啊烧热。毋过实际行去市场，今年买蛤蟆的饲草无因过好，反而讲近来确实销路明显较歹，因认为参整体经济有关系。所以大家经济不怎么好所以也有较萧条。所以生意有较萧条，人客消费嘛较少较少。台南市蛤蟆主要产地伫7股，因过年前拢是蛤蟆上市的好时机。照理讲，产地计数拢会小可起，今年煞因为无因过遮尔热，需求量无大，地数影响着计数。另外加上婚林大西一带今年有提早咧收，量走出来嘛压缩着7股遮的产地。养殖户讲，因过这个期间大半收买计数一袋斤会使到100块，今年买1元价，地数落甲剩过60块。因为进前大西是无几样出来，即马差不多1个月前伊就开始出，即马出的时阵，变成阮遮掠走袂离鱼掠走袂离量就极害啊。同一个尺寸的这个文革大小的话，同一个尺寸它比去年的价位大概低了3成至4成哦。在这个池边交易的时候，毛勇士业者分析，因为袂少人会安排国内旅游，纯粹来产地买海产。不过近来大家安排出国旅游，加减影响到消费形态。因为大家都要出国的话，就其实玩乐、住宿、行销这边都会需求没有那么大，所以就导致于比较短销。养殖户坦白讲，蛤蟆无法度放久，烦恼排斥，伊嘛烦恼天气若转变，蛤蟆嘛较会有变化。伫即款压力之下，伊希望政府通协助拓展通路，稳定产销，避免计数一直落。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有科学家发现，这挪威呢将有可能是因为海冰扬起，所以南北更较集中，价较好掠，也因为安尼，所以北极熊愈食愈大颗。
北极地区的冰角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一直咧求水。科学家对着挪威伫咧北极地区的斯瓦巴群岛做27档的研究，发现当地无冰角的日子增加100天，平均每一年增加4天。科学家嘛追踪700只北极熊，发现大汉的北极熊的体重并无因为冰角减少来变散，伫咧2000年了后颠倒变肥啊。What we see then is that when they are on land, they do take other sorts of prey. They hunt reindeer much more than they used to. We get a lot of observations from people seeing that, and we also see it more frequently ourselves. 研究人员讲，可能是因为人类无搁继续乱输捕猎，互北极熊甲海象的数量增加，北极熊搁较高找到猎物。因为即马冰角的面积减少，互海拔分布的所在搁较集中，互这北极熊的捕猎行动搁较有效率。安尼嘛，互因搁较高囤脂肪好过冬，或者是拖后一代。毋过全球暖化若是继续，时到若拢无冰啊，北极熊可能找袂到食，腹肚就爱下起来。We do think that in the future, at some stage, we will see the bears starting to get thinner. So the good news is that we're not there yet. And why we think so is that you don't find polar bear anywhere in the Arctic where you don't have sea ice part of the year. 科学家嘛警告，北极熊过掉安怎，就是全球暖化上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也就是咱人类爱好好面对的问题。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尾的天气，刷落个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透早受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气温悠然是较低，一时开始各地气温回升。早暗也是会较寒，中南部的日夜温差大。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